看後面一片哈，這個我們的蓮潭公園啊，蓮潭滯洪池很漂亮哈啊！在市府特別選在這個景點哈，搭建這個活動中心，讓一個多功能的方式哦，給我們的鄉親能夠使用，而且建築上哈搭建得非常完美。這個花了5000多萬啊，由中央補助1600多萬，其他的由市府自籌哈，也在經費拮據的範圍內哈。市政府能夠找出這一塊土地，又用了這些錢哦，來讓我們的鄉親能夠多功能使用。像是1樓我們將來要做收銀中心，而2樓這邊就是由我們社區使用哈，有大禮堂啊，也有廚房啊，還有就是各種多功能的方向哈，來給大家來完善。是我們從108年開始，我們就開始去做努力跟規劃，到今天115年1月份開始落成，所以這中間呢，我們大概經歷了6年多7年的時間，才等來這一座。那這當中呢，當然會遇到一些困難，所以就是市政府也有幫忙，還有我們的林志展副議長也有幫忙，所以這一座的里民活動中心不是單純只有里民活動中心，我們樓下1樓是0到2歲的公托教育，因為現在這邊住的是非常多的南科的工程師新貴，他們的孩子其實很多都找不到保姆可以做安置，所以我们當初的設想規劃是想說，讓年輕的工程師在這裡能夠安居樂業。蓮潭里的活動中心是坐落在蓮潭公園的東北角。蓮潭公園是一座滯洪池，設置這個滯洪池的目的呢，是為了就是要疏洪，就是大雨的時候能夠蓄洪的一些作用。所以在這邊呢，里民常常就是每天早上跟下午都會有人來這邊運動。公園的旁邊再坐落這一座美輪美奐的一個里民活動中心，其實除了讓民眾可以歇歇腳以外，然後接下來就是未來我們大概下個禮拜開始，我們就會跟成大團隊做合作，那會有一系列的講座來提供給所有的里民來做服務，這樣子。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3、2、1，請剪彩。來，將相公嘞，互咱未來攏會當一切順利，一切平安。因為黃國哲市長進來，伊對於里民活動中心非常的認真支持推動吼，非常感謝咱議員吼，會當共同支持這個經費。市長進來已經攏有68座的活動中心重建，閣有迄個整修啦吼，新的部分29座，所以伊進來到今年年底吼，會當完成，閣差10座嘞吼。所以其他的部分就是講有的規劃中啦吼，所以這個活動中心起來了遮水，希望講里長好了用啦，周遭環境都整理得都非常的漂亮。內底設施市政這邊遮阮會盡量來甲配合好勢，最後希望講里民會當多多使用吼，你包括講迄個辦理活動還是研習啦吼，包括講迄個研習的課程，我那有。老百姓盡量咧，市民都盡量咧使用。大家好，我是陳碧純，歡迎收看2月5號禮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永康區大橋國中，因為位於大橋中衛區，加上臨近東橋，所以快速發展，人口增加。因此，學校周邊在人行步道的部分，佫欠缺東平甲北平兩部分。雖然2當前新長者權益促進會有提案建議設置人行道，不過到今嘛也是無下落。對此，新長協會上午透過當地議員甲里長，也支持赴相關單位會勘，希望市長在落林進前會當處理。有了社團法人主攻新長協會營務理事長何文展，在2當前透過新款會提案，希望爭取大橋國中操場兩邊的道路來建設人行道，不過到目前還是無下落。對此，上午透過市府工務局邀請學校、里長甲立民意代表來會勘，希望在市長落林進前會用看到好的進度。我們現在的人口這邊越來越多，那我希望我們學校這邊一起來配合，跟我們相關部門一起來設計一個美好又安全的一個人行道，因為畢竟現在呢，不止我們身上朋友高齡化的社會裡面，很需要我們
安全又便利的人行道哈。所以我想我們今天的用意就是希望我們整個學校周圍人行道啊，在我們學校的北邊東橋1路，東邊的東橋3路，這邊人行道能夠完整的來設置，讓我們整個永康區也好，我們整個大台南也好，有一個便利又安全又美觀的人行道，讓每一個市民來行走。市府校長的單位除了有教務局、交通局，還有教育局、區公所等。離當地議員有楊忠信、黃兆輝、甲着朱正軒，以及這位議員的助理等，徛佇個行人甲着當地居民安全問題。這位民意代表當然希望會用個增設人行步道，不過主要因為路面無夠寬，要增設人行道，可能愛學校來退縮。佇個退縮的範圍，還佫卡着60-70張10噸以上的樹木。對此，議員希望市府會用提出兩全其美的辦法。大橋國中它這個通學步道其實就剩下最後沿着操場的這兩側。這個通學步道一直沒有辦法完成的原因，當然有一些樹木的問題，以及學生活動空間的問題。那今天也感謝我們何文戰理事長特別邀集了公務局、交通局，還有永康公所跟我們相關的民意代表。大家現在初步的結論就是說，我們想辦法在最低限度下1.5米的人行道把它做出來，那同時又可以維持我們的一些綠樹，維持學生的活動空間，又可以把我們的通學步道把大橋國中整個圍繞起來，實體步道環狀把它完成。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離教育局甲着校方甲家長會立場，當然希望學校莫來退縮，因為目前校方正咧施作操場的人行跑道的工程，對着學生的活動空間已經受到限制。如果人行道擱再退縮，更加影響到學生的生活空間。最後經過協調的結果，由着市府教務局來幫忙規劃甲着設計，然後由學校甲教育局向中央來提計劃，申請經費。現況因為學校它對於影響校園的環境的一個退縮它本來是比較有疑慮的那這部分經過今天各方單位的一個意見那我們公務局原則上會協助學校來做一個妥善的規劃，包含東橋3路跟東橋1路依照各條道路不同的先決條件做妥善的規劃，那由學校來跟中央國土管理署來爭取經費補助。那細部的設計跟協助，我們公務局跟交通局會同來做一個幫忙這樣子。因為大橋國中的校園周邊，目前大橋3路已經甲大橋1路的段外的北邊來連接，因為兩條路況無同，原則上1路增設2.5公尺的人行步道較無問題。不過大橋3路可能只用個設1.5公尺，同時還佫考慮賣去刷着大樹，甲着停車格位。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迎接農曆過年，安平凱台天後宮將在2月7號舉辦迎春送春聯甲品茶活動，現場邀請台南市書法學會多位書法家來寫春聯，要送予民眾，而且這春聯還有媽祖看囡仔來加持。過年就要來到安平凱台天後宮，相當喜氣，請來台南市書法學會理事長現場寫春聯，這也是要來宣傳2月7要佇廟埕頭前舉辦的迎春送春聯品茶活動，邀請民眾做伙來參與。是相當的溫馨，相當有藝文活動的這邊感謝大家的一個辛苦協助咱每一檔攏足濟人在排隊因為來家領春聯之後，會過去甲咱聖母這邊來參香廟方連續6檔，佇舊曆年前邀請書法家來廟埕現場寫春聯贈送，所送的春聯也閣會由媽祖看印來加持，看民眾結緣。非常的無簡單我寫過遐濟場的這個春聯就是咱安平凱台天後宮上蓋有特色，嘛上蓋有意義啦會當互咱媽祖來庇佑，會當安尼互親長，會當安尼賺大錢。春聯搭佇咱的府上這個每年大家攏會當安尼平安順遂啦財源廣進，心想事成，大家平安大福。活動除了送春聯，現場也會邀請茶藝師現場泡台灣新茶，替民眾去除春困，迎接丙午年新春，也閣會準備200個媽祖茶杯來贈送。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安定恩麻子故事園區每逢過年攏有無同的創意展覽。今年以着小車賀歲為主題，
除了用將近2000台回力車組成馬到成功4個字來做新春的祝福以外，安定區公所也配合園區的活動，用2萬片的積木推出2隻100公分高的庫珀立克熊。童心未泯的無患子生技開發董事長王高榮，今年古堡園區迎新春又要令大家大開眼界，映入眼簾就是用將近2000台回力車所組成"馬到成功"4個字，其中"馬"這個字就500多台所拼成，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好運從成功出發。這個回力車我有用要到將近要到2000隻。甲擺馬到成功，安尼大家感覺馬年大家攏成功安尼。民國80年開始，王董事長從代工到增長將近3萬台回力車當中，為了讓過年來台南走春的民眾又有新的看頭，除了想出用小車賀歲的創意，也展出收藏近30年的各種武士造型公仔、變形工程車、百變金剛等系列玩具，有些還能夠發射武器，完整完美的收藏品質再次喚起大家童年回憶。日本塔卡拉做的，伊唔做這爾，伊閣有做小汽車、變形金剛，委託咱團代工。代工迄陣，我迄陣無迄種有去做部分，做部分講因有客車咧賣我就買。感覺因為收這個感覺袂歹，講這足細項愛當收起來囥。3-5隻個付一半錢，我才看看，感覺真爽安尼。另外，現場不能錯過的還有多款日本知名潮流藝術公仔品牌，每隻都是聯名限量，價格不菲。加上安定區公所3名替代役也花1個多月，用積木拼出2隻高100公分的庫珀利克熊來配合園區活動參展。區長陳仁偉表示，製作難度真的非常的高，最後每隻大約使用1萬片積木完成。我們公所的替代役，那在閒暇時間那用了2萬多片的一個積木，那組了2隻比較漂亮的符合這次題目的主題的一個暴力熊，那來這邊一起展出，那公私協力，那歡迎大家過年期間。那有空就來這裡安定我們安定無患子故事園區來走一走，那感受一下安定的人情味。古堡園區迎新春將於2月14號到25號登場，初1到初6每天前100名還將送出由卡片收納、變形工程車、裝甲龍等限量小禮物，送完為止。歡迎民眾再次來現場實地感受王高榮珍藏的壓箱寶。記者郭文吉台南報道。嘉人漁會推出3款限定的海產禮盒，有白鯧、鮑魚、龍虎斑、干貝鱸魚等等，無同款的組合，而且免費栽培到厝。另外搭配漁會大樓外牆翻新，漁會門市閣推出專屬的活動，民眾只要佇個區漁會翕相，上傳拍卡分享，得送鯖魚罐頭，限量1000罐。基隆漁會門市擠滿大批民眾，人手一機，拿出拍照照片，要兌換免費的鯖魚罐頭。你翕啥？你都要翕啥？我翕那個大門。大門啊，就使摕到這鯖魚罐頭。對。很開心，然後現在看到外面的那個彩色屋也是整理得非常非常的漂亮。來這邊的話就物超所值，買的東西都是物超所值。年節將近，基隆漁會推出了3種海鮮禮盒，從1680元到3680，頂級的珍品禮盒有白鯧、龍虎斑、鮑魚、干貝、紅條和鱸魚等。分量最澎湃，2680元的團圓禮盒有白鯧、鮑魚、蒲燒鰻、龍虎斑，最適合中型家庭圍爐。而1680元的吉祥禮盒有龍虎斑、鱸魚軟絲，是高 CP 值的入門首選，包含年菜必備魚種。我們有分成3種禮盒，有珍品禮盒、團圓禮盒、吉祥禮盒。因為魚貨都漲了，但是我們魚貨還是不會漲，照原本價這樣給到需要的市民們。哇！過年必吃的白鯧，在大廚的巧手下，表面煎得金黃酥脆，香味也撲鼻而來。
今年5、6的白章還是跟去年差不多，比較穩定啊。但是6、7的白章今年切貨切的相當多，所以6、7的白章今年漲了很多。今年就干貝漲得比較大一點，漲幅大概將近1倍。就比較高一點，漲了將近2%超過。中漁會促進觀光，民眾只要跟八斗子糖果屋拍照打卡，就送1罐青魚罐頭。不過數量有限，民眾要年年有餘，可要把握機會。記者黃少明基隆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百里栽。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2026台北電節主打上燈區、上 IP， 西門甲花圃共步登場。花圃燈區是以變形金剛為主題，西門燈區 IP 出爐是甲泡泡瑪特合作推出6個 IP 主題店區，展現台北年輕、多元又個國際夜間魅力。請揭曉。市長蔣萬安在熒幕上蓋下印章，正式揭曉2026台北燈節西門展區 IP， 將攜手全球高人氣潮玩品牌泡泡瑪特，推出6個 IP 主題燈組，8米高的 Baby Molly 等角色將驚喜亮相，成為夜晚最吸睛的打卡焦點。今年我們非常大膽突破，透過雙展區、雙 IP 的模式。從花博以及西門町展區，我們透過不同展區、不同的主題，來展現台北就是多元、包容、充滿創意的城市魅力。今天，我也正式跟大家公布西門展區的主題，就是和國際最潮的 IP 泡泡瑪特6個最高人氣的角色。包括 Baby Molly、迪姆、Skull Panda、星星人，還有 Hirono 小野，還有拉布布，6個超高人氣角色，我可以記這麼清楚。昨天晚上我跟我家的大寶，趕快叫他教我一下怎麼認這6個角色。西門展區以街區策展為概念，將泡泡瑪特角色融入西門町街景與台北市城市意象。燈組沿着城市軸線串聯，結合商圈特色，讓民眾邊逛街邊賞燈，感受不同於傳統燈會的都會型燈節氛圍。Baby Molly 的頭上呢，其實有一個非常可愛的小馬，也就是說，這次泡泡瑪特呢跟我們合作的6個 IP， 其實都有馬的造型元素在其中。這個是我們兒童樂園的摩天輪，還有我們的這個台北的地標，那另外還有我們大湖公園的橋。下一面呢，我們的角色是 School Panda。那這邊呢，大家應該可以非常看得清楚，這個就是我們的北藝中心。那搭配上面的這個是貓纜，到時候它是一個會動的貓纜，所以也是非常的精彩。那另外有一個小巧思跟大家介紹一下，就這是我們的紅綠燈，因為我們台北的紅綠燈是小綠人嘛，我們這一次就有一個小巧思，把它改成是一隻小奔跑的小馬。泡泡瑪特呢是全球知名的 IP， 那他們帶動的風潮也是非常可觀的。希望呢能夠透過這樣子非常具有高知名度的 IP， 能夠為我們帶來更多的人潮，也把人潮呢帶進商圈消費，刺激我們的旅宿成長，帶來更好的觀光效益。2026台北燈節將於2月25號到3月15號展出，每日亮燈時間為下午5點到晚上10點。除了西門展區外，花博展區則同步展出變形金剛大型主題燈組，邀請民眾與遊客在燈節期間走進台北街頭，感受白天與夜晚不同的台北風景。記者林希慧台北報道。嘉南當季音樂會亞洲的演出是復刻台語經典，邀請到陳夢賢、杜新田、李子森等實力派歌手去引帶主專台，大批粉絲去到嘉南參加音樂會，也帶動嘉南相關的消費熱潮。感謝基隆。文化觀光局，耶！
有沒有希望說局長繼續？當然，邀請你們的那個子孫過來。好，市政府厲害，所以說辦這樣是對的。对，超級對，而且叫陈梦显来更对。对，是这样。对，看前草又有人吵。謝謝。我是希望新田來，我才會來，因為我們太遠了。因為我坐了快將近3個小時的火車。真的哈。對啊。那今天一定不會讓你失望，當然表現非常好。明天還有一天呢，明天還有局長會常來集。沒有，謝謝你，謝謝觀光局邀請他來。來自全台各地熱情的粉絲，為什麼特別感謝基隆市文化觀光局？因為基隆文觀局在表演藝術中心演藝廳舉辦的冬季室內音樂會壓軸場，特別邀請到知名台語歌手陳夢賢、杜新田、李子森等實力派唱將演出，吸引全台來自北中南東大批的粉絲來基隆追星。大家來聽音樂會，也順道暢遊基隆，帶動了基隆商圈的美食與伴手禮消費。最遠的是高雄，好，然後最近的就是台北，當然也有其他的粉絲是從基隆來的，但是大家就是都好像姐妹一樣，都約好一個地方，然後一搭火車在哪邊，然後先去享受這個基隆的美食，然後呢大腸圈吶，什麼麻醬麵吶、點食湯啊，對不對哈？然後享受好了，也就來這邊看我們的子孫的表演。新田的表演。為什麼喜歡子孫呢？為什麼喜歡子孫？來，你先說，來，郎姐，來，我說嗎？對，因為他唱歌太好聽了，顏值非常的高，我們很喜歡。慧玲，請說。他比較帥。他比較來，因為他的聲音啊，讓我覺得聽起來啊很有滄桑感。然後我每次下班回來啊，一定要聽他的歌曲，才能療癒我的那個身心。也有台南的。那你们是今天早上來的？對啊。我們9點就撤了。真的。他7點從苗栗。你們會來我們這邊吃我們基隆好吃的。剛剛有去吃啊，真的。還買那個伴手禮。哦，真的。對，要拍照嗎？好認真哎。對呀。希望你們有機會常常來我們基隆也有。禮壺也買了。對啊。小館，那個叫什麼小館？小峨眉，小峨眉，好專業。我是在地的。這一團大概有多少人？今天大概100多個，130、140。那你怎麼邀集的？不用邀集呀，不用邀集，他有他的活動都有出來，我們就開始了。對，就報名的，對，自己報名就開始買票了。坐遊覽車來，沒有，有的，我們南部3台小巴，基隆，真的。阿威剉冰。那以後去吃剉冰是不是？是不是有多送一個梅子？加料，而且跟基隆做一起行李耶，他推廟口的生意，推人類市場。對啊。你有這類的大家人，你真的讚呢。所以那個文化局辦這樣的活動，你們都很喜歡。對，超喜歡，根本都不會冷。希望透過冬季的音樂會，讓更多的好朋友可以來到我們基隆，做一日遊，甚至吃我們的美食，感受我們的音樂氛圍。那今天我被這個氣氛給感動，哇！我覺得我們太多，全台灣有從小琉球、高雄、台南，甚至苗栗，一早就坐車來，我真的非常的感動，因為他們想要來看他們的偶像，並且支持。那也告訴我，希望我們基隆可以常常辦這樣的活動，讓他們都可以來一起，除了聽好聽他們的偶像的歌聲之外，更重要是跟好朋友一起相聚，來基隆玩，來基隆吃東西。我想這也是我們謝國樑市長很希望推動基隆這樣的一個氛圍給全台灣的好朋友。這場復刻台語經典音樂會現場熱鬧滾滾，熱情的粉絲帶來許多閃閃發亮的追星小物。歌手陳夢賢也邀請台下粉絲一起合唱，將氣氛推到最高潮。大家知影我即擺住佇基隆啊，所以感謝咱基隆市政府非常照顧我這厝邊今仔足儕粉絲朋友來聽阮唱歌，
有在地家人的鄉親無？在地鄉親來舉手我看賣。哇，這麼多哦！樓頂很多呢。現場滿滿的熱情，讓基隆的冬天變得溫暖。這場冬季室內音樂會成功地為基隆帶來人潮與消費，也讓粉絲從溫暖的歌聲中療癒身心。記者黃日升、陳淑平，基隆報道。佔地70公頃的高雄高嶺自然公園，每到假日總是吸引大批遊客。不過最近寬闊的草坡頂面，竟然有看到大型的遙控車在咧走。敢講是遊客違規咧耍車嗎？其實這是工務局新引進的除草機器人，做伙來看賣。高雄國嶺自然公園在10月開幕以來，已經成為南部最夯的踏青景點。高達70公頃的綠地，可以讓民眾踏青、健走、野餐，甚至能……怎麼有人在草皮上玩遙控汽車？還這麼大台，會不會把草皮壓壞了？大家先不用擔心，原來這是國嶺公園新引進的智慧型除草機器人。由於園區內部山坡地起伏劇烈，許多陡峭地形是大型除草車無法進入的。如果單靠人力作業，不僅耗時又費力，還會增加滑倒受傷的公安風險。透過這款智慧型工具，工作人員可以在遠端輕鬆完成高難度的陡坡除草任務。主要是割草用，平常都是使用在斜坡上，人工車子用不到的地方。因為有些人力比較高的危險啊，都要用割草機下去耶。對啊，不然斜坡上有時候濕滑會滑倒。目前公園內部的維護工班共有25個人，公局雖然另外招募了志工130人，而且目前還在持續招募中。但如此大的腹地維管，如果能夠導入更多的便捷智慧型工具，或許有機會大幅降低人手壓力，成為提升整體作業效率的關鍵。是一定要的因為其實在他們就是在維護的過程中，安全當然是放在第一這樣。我覺得可以了，如果在不影響那個大自然的情況下，能夠提高維護效率都是好的。最主要我們百姓要知愛，很重要知愛，不要隨便亂丟東西啊。收完的話，東西要整理帶回去啊。你賣公安物件烏白蛋啊，破壞什麼什麼啊，因為維護人員很累。高雄國嶺自然公園部分區域坡度大，地形起伏，使得日常割草維護工作充滿挑戰。為落實地線維護同仁的作業安全，高雄國嶺自然公園特地採用遙控割草車，有效解決過去人工在陡坡上割草的安全困境，避免滑落、跌倒等風險。隨着大型公園綠地的開發，如何穩定的維持景觀品質，同時兼顧作業安全，考驗着管理單位的智慧。透過科技工具與志工服務的結合，不僅能減輕工班的負擔，也讓這座城市的綠色地標能夠以最完美的狀態迎接每一位旅客。記者孫軍高雄報道。感謝你收看2月5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碧泉，咱再會。流感、新冠拢有疫苗好做，哈。啊，你还讲袂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这我拢知啦，但是该做嘛爱做。给来做啦！你这么唔是我做啥事啊？对，赶紧别叫 boss。爱有名，才有福气啦。原來是夢，阮昨仔朋友攏講哦，伊今日有時陣叫我愛牽伊去行地毯。準備好。好，行。所料用心一概解決，給你做哦。剛桃，只來1天也可以保職災保險嗎？可以。啊，我們不是公司，這樣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職災保險會不會很難啊？一點都不難，可以通過統一超商 iPhone 機台申報，或透過電腦